妹妹爱晒，听阿妹讲，姐姐咱来休息。阿妹，历经曲折，通通不安，赶起两面，宋文刚一了动派，恐惊我太极引来杀身之祸。如果宋文有么个三长两短，恨爱老爱强迫上嘅孩儿，又以何是好？心情。阿妹，我去。怎么坐落来啊？来坐落来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位啊，上上下下，二三餐啊就冇罢。来，新人啊呐，姐姐，落去，采访老辈小姑娘的公司。好，我来去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件事情
像我对你讲，哎呦，你那个心也就红嘞，有嘛天台事情，有嘛点18万讲，做唔得，我已经冇多一个时间咯。到底系乜个事情？靠你的面色暗沉重哦。已经满清政府控制了改善了天地会，只要文堂动员出现，他就听出杀无杀。台湾地府太君3天前就已经了，都在太多的蔬菜，强权已经强强，对外都不利，所以分来大家讨论，结果就先下树为强，先停停，先杀个地府孙金水，我准备量到天地会所有的兄弟，大家我来进行一个义勇军的太革命。好，真好，真好！是啊，阿爸唯一感到日本的骄傲，母亲安年老了，没办法请你杀天爷。你倒是我推阿爸，把杀几个满清的他子，不按台湾的人民受恨气呀！阿爸，你莫反对哦！爱反对，宋文。跟你呀，衰头啊，你那是狗。刚啊农改家事，向啊向无啊娘也是我呀记就喊那有该老娘被那自首。默默无语呀，问苍天。爱莫理之事，列给老家言，只怕夫妻同那关口，家山凝望，黑了瞬间。跟南一立志，天地间啊，心酸点点放心田，那么爱的心有何牵挂？含泪好发啦，孤身险。是啊，我的爱心肝的小毛干，不过你放心，
那一天我平安多阵了。这下混乱的世界，我也顾不得俺多的男女事情了。生母，阿妹，到俩来，我也没去当你嘞。阿妹要讲一句话不义的，一句不义加一天体会，一家人就天涯的叫我了。阿妹，感谢你。你何时要出发？你占顾为何？阿妹，我要离开了。真古啊，上啊上。都要起，山谷征服水银时，满腔热血挥不起。从中同你，心马蹄。
快过！报小梦啊！报小梦啊！田天妃既然向我朝廷作对呀，切天不能本日嘅势力高涨啊！众卿家过来，有何良策啦？启奏皇上，历检台湾政局动荡，历检只有再次派兵镇压台湾，同样强大兵马，需要水陆并进，详细计划，再派人迁入田地位作为眼线，相信不久只能铲除叛党啊！对，就以众卿家所奏，官员出旨，调遣各省，强硬不遂，空军家在四方平台太将军，虽然湖南兵马2000，广西兵马3000，依着贵州兵马2000，四川兵马2000，开台讨伐了。如果能擒拿林尚文，一派叛贼，将他们押回北京，寡人要亲自审理，为神领旨。门主啊，门主，太事唔好了，何事奉宗啊？朝廷啊，派了孔府为做平台太将军，水陆火炮平津，已经八卦山、老大牛出山，还有太里一带已经被攻击。移民局老大无辜的百姓500名已经丧生了。来扛，我给你乱掉。打，就这样，打3个，你还是这样。好，我想说，我不知道，看出我特写。累了吗？
我操！你在干？你在撞我啊？哦，我给他吓一跳呢。你跟在我后面呢。